迎收睇 P2Z1073 Studio。由今日開始咧，所有影片咧都會將名同埋將另一個頻道改為 PY3697 Studio， 以配合影片大規模工程，而將來嘅影片嘅質素都可能有機會有所提升，請大家敬請期待。咁我而家咧應該係坐緊我點解我要喺架港鐵度開場咧？咪就係因為想同你哋講下呢一個升級啦。嗱，第一我就會可能減少一啲可能行車紀錄片啊，嗰啲，咁可能咧同埋會將咧由於最近咧都可以容納嘅影片比較多，咁所以應該係記住逢星期六同星期日喺 PY3697 Studio 見啦。